大家看一下，小狗出来了，这种才是纯种的中华田园犬了啊！有幾隻公幾隻乸㗎？三隻公嚟㗎。哦，他說3條都是公的啊。前面那個乜嘢嘅回家嗰啲。哦，即咩㗎啦先㗎？一條黑色的，看看這條黑色的啊，它放我呢個上九下七嘅。它的睇舌頭睇下，看舌頭。牙齒㗎真係，度度就得嘅啫，零色冇。遲啲係短把黑色㗎。哦，花舌頭的，真是太可惜了，不是黑舌頭的。如果是黑舌頭的，這樣子的小狗就叫烏黑。如果是烏黑的話，那就好了。懂的朋友都懂。現在再拿一條三角紅過來看看，這條頭版很漂亮了，絕對是精品。尾巴硬單陣，你睇咩？睇咩啊？你睇埋你勒到啲。這種才是真正圓頭短嘴小耳朵的，眼睛又新，看上三隻都夠深。很英祖的啊。舌頭又是純粉色的，這種才是純種的三牛紅。就看一下這條白色的吧，這條白色的啊，也是圓頭短嘴小耳朵的，哇，真的很霸氣，這條也是，這條也是小公狗啊，小狗就是這位朋友的啊，這條是母狗。現在這3條小狗都在一起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都是虎頭貓耳的，這種才是中華田園犬啊。這種小狗只有我們兩廣地區才有的，廣西那種叫土獵，我們廣東這邊叫土狗。網上我們叫它中華田園犬，像這種這麼漂亮的中華田園犬，現在已經很難遇到了。好了，這期的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。